睇片之前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上集講到我哋喺奈良玩咗半日，未睇嘅可以返去睇咗先。喺離開奈良之後呢，我哋就向下一個目的地伊賀出發。佢係屬於三重縣，距離奈良呢只係50分鐘嘅車程，所以我就將呢兩個城市同一日連住咁玩。大家見到呢個上野呢，唔係東京嗰個上野，係屬於伊賀嘅。除咗上野之外呢，伊賀仲會有神戶。首先第一個地方係去上野公園。上野公園下面呢有個停車場，會平過上面嗰個停車場，仲要由朝早8點拍到夜晚7點呢，最多都係800 yen。公園入邊有齊我會去嘅兩個景點，忍者博物館同埋伊賀上野城，仲有個芭蕉翁紀念館，不過我哋就冇乜興趣啦。現場嘅指示牌都好清晰，我哋第一個目的地呢係睇伊賀上野城。伊賀上野城又稱白鳳城，以日本最高之一嘅石垣聞名。城堡最早由戰國名將藤堂高虎規劃，作為防禦重鎮。由於伊賀係忍者之鄉，城堡歷史同伊賀忍者文化密不可分。我哋嚟呢個城嘅目的呢，其實係想揾佢100名城個印，而佢嘅位置呢，就係喺售票處嘅隔離。吸完個印呢，就離開，因為想快啲去參觀伊賀流忍者博物館，驚 miss 咗佢個忍者表演時間。但後尾發現原來可以上網 check 咗先。想嚟嘅朋友呢，可以留意下啦。首先係要參觀咗佢個忍者屋先，咁入到去呢，係要除鞋嘅。入到去就係睇忍者屋嘅唔同機關，第一個呢，就係隱藏嘅樓梯，之後仲有啲機關可以試玩添，例如呢度匿埋嘅門，跟住就有個逃走用嘅門，要用少少道具去幫手嘅。睇完佢玩一次呢，之後我都玩多次，然後就仲有更多唔同匿埋嘅門，但每道門呢，都有少少唔同。你都係可以試下點樣用嘅。呢一道門呢，就有2個機關，首先你要匿咗入去，再用入邊嗰道機關門匿埋，但我就匿唔切，俾人發現咗啦。除此之外呢，呢個位呢，仲可以望返出去，係之前嗰啲位冇嘅嘢，咁就可以一邊匿埋，又可以確認敵方嘅位置。最後呢一 part 就係講佢哋間屋收埋嘅嘢。第一 part 講佢哋會收埋啲卷軸、金、銅錢喺個壺度。下一 part 我都未反應得切啊，佢就已經喺個地板度掹咗把刀出嚟啦。其實就係想表達忍者屋入邊呢，咩位都可以收埋到佢哋嘅嘢。參觀完佢哋間忍者屋之後呢，就可以行去展覽室繼續參觀。一入到去呢，就有得試玩水蜘蛛啊，係忍者用嚟喺水上面行嘅工具。除此之外，館內展示咗大量嘅真實忍具，其中包括手裏劍、虎毛、忍者刀同各種暗器。唔單止講用途，仲會解釋佢哋點樣配合情報活動同潛入任務使用。解釋忍具唔係淨係用嚟打鬥，而係為咗完成任務而設計嘅實用工具。其實忍者唔一定成日着全黑，黑衫多數係舞台嘅形象。真實忍者更常着深藍或者啡色衫，方便夜間行動又唔會太顯眼。仲會講解頭巾、腳絆同腰帶點樣方便攜帶忍具，同時提升機動性。最後仲有個打卡位，可以俾大家影下相。參觀完展覽室呢，仲有個忍者傳承館睇下。我覺得入邊比較有趣嘅係講佢哋製作嘅暗號，分別有五色米同埋結繩2款。五色米就係用5種顏色嘅米去做50音嘅暗號，咁就可以用米去傳達一啲信息。而結繩就係用繩去做一啲特別嘅文字，都係用返50音去傳達信息，但我就覺得呢個比較難。其實仲有其他嘢嘅，不過就冇咁有趣，所以我哋就出去等忍者表演。呢個表演係要另外收費，600 yen 一位，只收現金，同埋入邊係冇得影相拍片嘅，所以大家只可以入場睇啦。佢哋有去過世界唔同各地進行演出，例如泰國、法國、巴黎等等。離開停車場之前，記得要喺呢度俾錢。佢部機呢就放咗喺呢間鋪頭嘅出邊，一場嚟到就睇埋入邊有啲咩買啦。比較特別嘅有忍者嘅商品，例如衫、手裏劍、虎毛等等。頭先喺博物館入邊都見到有人咁着。另外就有伊賀市嘅特產伊賀米，我之前都未聽過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忍者雪糕，佢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你唔知佢係咩味，要食咗先會知道嘅。咁呢度呢，就有2款唔同嘅味。最後仲有忍者嘅壽司，仲會用伊賀牛去整嘅。
離開之後就去耕耘神社，呢度係供奉學問之神耕耘道真。相傳道真公曾喺伊賀停留，所以就起咗神社，已經有1000年以上嘅歷史。直到今日呢，唔少學生同考生都會嚟參拜，祈求學業進步、考試合格。咁我哋同考試就冇關係好耐啦，所以就冇參拜。如果會同小朋友嚟嘅，可以過嚟參拜下喎。跟住就去酒店 check in 先。今次要住嘅酒店就係伊賀上野城市酒店，仲有免費泊車添。佢係比較舊式嘅商務酒店，當時呢就 book 咗38.27磅1晚。入到去右邊呢有張雙人床，床嘅對面呢有一張長台，窗外面嘅風景呢都冇乜遮擋。之後就到廁所，個浴室就正常常，但啲洗頭水、沖涼液同護髮素就比較 cheap，係花王牌。間房比較有特色嘅呢，就係床頭上面有個手裏劍嘅摺紙喺度，床頭仲有個電話同埋冷暖氣嘅控制器。講返張台嘅下面呢，係有個雪櫃，隔籬仲有熱水壺同埋4隻杯。喺電視後面有個風筒，呢個都算幾好用，起碼風力夠。隔籬仲有個驅蚊器，咁我哋冬天就冇蚊，所以就冇開過啦。而且仲有個多重插頭提供，最緊要嘅放濕機都係有嘅，就唔使驚俾啲暖氣搞到好乾。而大堂下邊呢，係有微波爐同埋睡衣嘅提供。跟住就出去火車站嘅附近參觀下，呢度直情有個站叫忍者市役。喺站嘅外邊呢，已經有一把好大嘅斧木，而喺站入邊都會有唔同嘅忍者擺設。咁我哋就冇入到閘，所以就影得少少俾大家睇。頭先提及嘅伊賀神戶呢，就係喺呢度見到噶啦。喺忍者市役前有個銀河鐵道999鐵郎同梅特爾嘅銅像。除此之外，仲有芭蕉翁銅像，佢係伊賀出身嘅飛具大師松尾芭蕉。頭先上野公園都有佢嘅紀念館，證明佢係伊賀嘅重要人物。大家嚟到呢個位呢，都可以輕輕鬆鬆咁睇15分鐘。頭先就冇影到，我哋都係揸車過嚟嘅。個車站前面呢，都有個短暫嘅免費泊車，喺限時之內出閘呢，就唔使俾錢噶啦。天都黑晒啦，所以我哋就出發去食晚飯。我就決定唔喺城市入邊食，就揸車去山入邊嘅地方食。我睇過，如果唔係揸車嘅話呢，係極之唔方便，搭車起碼要1個鐘以上。但揸車只係24分鐘，所以唔係自駕遊嘅人就睇埋呢條片再決定自唔自駕啦。間餐廳喺伊賀之里 Moku Moku 入邊，係一個小型嘅主題樂園入邊嘅。但係我夜晚去，其他地方就會閂晒，得返間餐廳同埋個溫泉會開。而個餐廳名就係農村料理店 Moku Moku。佢係會有專屬嘅免費停車場，而且仲有好多位添。泊完車之後呢，就行返落去，經過樂園嘅入口行入去。由於閂咗門嘅關係呢，所以係自出自入嘅。當成個樂園都冇乜人嘅時候，我都仲疑惑緊間餐廳究竟有冇開。但去到門口就發覺真係有開嘅。呢間餐廳主要係食豬嘅。我上網做 research 嘅時候呢，就係俾佢嘅炸豬扒吸引咗過嚟。間餐廳都算好大，但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呢，其實都80%坐滿，同出邊冷清嘅情況完全相反啊！證明咗好多人特登過嚟食飯。menu 頭先就俾大家睇咗啦，咁就講下我哋嗌咗啲咩啦。我哋嗌咗上里脊肉排套餐同埋上腰肉套餐，再加個炸豬扒卷壽司。首先就係我哋兩個餐都會有跟嘅椰菜沙律絲，同出邊食到嘅就唔太大分別。跟住就嚟我哋嘅主菜啦，我就係食上里脊肉排套餐，成個餐就2520 yen。中間嗰個就係炸豬扒卷壽司，留意翻唔係我哋餐嘅豬扒細塊，而係佢個壽司真係咁大嚿。嚟到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大鑊，驚食唔晒。而佢就係食上腰肉套餐，仲有個山藥同埋換咗穀物飯，個餐呢就價值2800 yen。首先講下我嗰個上里脊肉啦，就咁睇落呢就好似好熟，會好鞋咁，但食落係非常之滑，而且佢個炸皮好薄，成份豬扒炸得恰到好處。而個麵豉湯都好足料，入邊有金菇、白蘿蔔同埋紅蘿蔔。而佢個上腰肉就感覺上肥少少，食到最後其實都唔係好分到，因為太過滯。再睇埋個穀物飯，有黑豆同埋類似扁豆喺入邊，中意食豆嘅人可以考慮下轉穀物飯。最後因為食到太飽嘅關係，本身諗住去浸溫泉嘅意欲都冇晒。總括嚟講呢，我係幾推薦呢間餐廳嘅，因為佢啲豬扒真係好好食。但要注意下啲份量，
好似我哋嗌2個餐加1個壽司，其實係飽到頂住個胃走。會嚟伊賀玩嘅朋友可以試下呢間餐廳啦。咁我哋嘅伊賀之旅都喺呢度完結啦。聽朝早就會出發去第2個地方。想知道下一集做啲咩，就記得留意我哋啦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